英国工党国会议员 Lead Beater 伫咧16日时阵，向国会提交一份允准伫咧特定地区合法进行辅助死亡的法案，有心智能力也就是生命存6个月以下的病人，有权利选择讲敢要透过医疗协助结束家己的生命。 英国本地编辑克雷瓦尔今年才40岁，暗过2当前稍后诊断得到突发性硬化症，未来有可能无法度行，只会当倒伫眠床生活。伊烦恼家己无法度面对这款痛苦，嘛无法度控制会痛苦偌久，嘛有较侪选择会当决定家己生命的走向。An assisted dying or fully incurably suffering feels so urgent now because of the peace and the benefits, frankly, to my mental health and my partners that it would offer me right now. 已经新订的癌症患者题目，为细汉开始就有学习障碍，得到癌症了后，除了妈妈甲安宁照会护理师无人会当挖苦。看到伊的病情继续恶化，伊82岁妈妈正烦恼后生的未来，因为伫英国安宁照会资金减少，好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嘛减少了。Well, all those that I have known have said, I would like my child to die before me. 受到安宁教会品质愈来愈无好的影响，加上大众对安乐死的看法有改变，英国阁一摆出现安乐死法案的争议。英国工党国会议员利德比特16日喺国会提交一份促进成年人生命终结法案，允准伫英格兰甲威尔斯合法进行医疗辅助死亡的法案。泰晤士报报道，法案若是通过，促进患者会当伫1名法官甲2名医生的批准之下做安乐死。不过法案的对象只限制身体正常，也是生命只存6个月以内的心连绝症危机患者，其包括帕金森、阿兹海默这疾病拢无算在内。For some people, palliative care is not going to ease their pain and suffering, and they are asking for the choice to have an assisted death, and I think they should be given that choice. 英国国会要伫2015年对安乐死相关法案做辩论，最后否决法案。违反的人上重会当处14档的徒刑。教会高层还有反对安乐死的人，嘛烦恼法案会造成弱势甲伤残人士的惊吓甲压力。离英国医学协会嘛捌反对，也毋过伫2021年立场转做中立。英国国会会伫11月下旬对法案做投票，决定是毋是要通过立案。根据市调机构伊普索莫里2023年的民调显示，有1/3的英国人支持安乐死合法。嘛得到一寡有名的人支持，其中就包括暂时的英国首相施凯尔。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